弟兄姊妹平安，今天是2026年的5月2号。今天的经文是诗篇31篇第1节到第5节，15节到16节，耶利米书26章20节到24节，约翰福音第8章48节到59节。今天要跟大家分享的主题是违背上帝。先知是上帝所拣选、呼召并差遣来传递上帝的旨意，他代表着上帝，如同摩西告诉以色列人的话说：你们不是埋怨我们，而是在埋怨上帝。是的，既然是违抗了上帝之言，就是违背了上帝。耶利米书26章第20节到24节记载了上帝的先知乌利亚，虽然他忠于上帝的旨意，忠实地传达了上帝的命令，但是约雅敬王不但不听先知所传上帝的话语，更是杀害了先知乌利亚。当时有一个基列耶琳人示玛雅的儿子乌利亚，这人跟耶利米一样，奉上主的名说预言，攻击这城和这个国家。约雅敬王连同他的士兵和官员听见了乌利亚的话，就想杀他。乌利亚知道这个阴谋，惊惶地逃往埃及。约雅敬王派雅各波的儿子以利拿单率领一批人到埃及，逮捕了乌利亚，把他卸到约雅敬的面前。王处死他，把他的尸体丢在平民的坟地。但是我得到沙番的儿子亚希干的保护，没有人把我交给人民处死。耶稣基督是上帝拯救计划当中所差遣的救恩，就如同腓立比书第2章告诉了我们，耶稣基督他本来有上帝的形象。约翰福音第1章也告诉我们耶稣基督是道，道在起初就与上帝同在，道就是上帝。但是即便是如此，犹太教的领袖却不接受耶稣是基督，并且要将这个置耶稣于死地了他们虽然是上帝的选民，虽然他们知道上帝的预言和旨意，但是他们却选择拒绝而违背上帝的命令。约翰福音第8章48节到59节这样说道：犹太人的领袖问耶稣，我们说你是撒玛利亚人，并且有鬼附身，难道说错了吗？耶稣说，我并没有鬼附身，我尊敬我的父亲，你们却侮辱我。我不求自己的荣耀，但有一位替我寻求并主持公道的。我郑重地告诉你们，遵守我教导的人一定永远不死。他们就对他说，现在我们更确实知道你有鬼附身了。亚伯拉罕死了，先知也死了，你却说遵守我的教导的人一定不死。你敢说你比我们祖宗亚伯拉罕伟大吗？亚伯拉罕死了，先知们也死了，你把自己当作什么人呢？耶稣回答，如果我荣耀自己，我的荣耀就毫无价值。那位荣耀我的人是我的父亲，就是你们所说的那一位你们的上帝。你们从来不认识他，我却认识他。如果说我说我不认识他，我就跟你们一样是撒谎了。可是我认识他，并且遵守他的教导。你们的祖宗亚伯拉罕曾欢欢喜喜地盼望着我来的日子，一看见了他就非常快乐。他们对他说，你还不到50岁，你见过亚伯拉罕吗？耶稣回答，我郑重地告诉你们，
亚伯拉罕出生以前，我就自由拥有了。于是他们捡起石头要打他，耶稣却躲开，从圣殿走出去。诗篇31篇第1节到第5节，15节到16节。上主啊，我向你寻求庇护，求你使我永不失败。你是公义的上帝，求你搭救我，求你垂听我的祈求，立刻帮助我。求你做我的避难所来保护我，做我的堡垒来拯救我。你是我的避难所，我的堡垒，求你照你的应许来带领我，求你使我得以逃脱陷害我的罗网，因为你是我的避难所。我把自己的灵魂交在你的手里，上主信实的上帝，你会拯救我。我永远在你的看顾中，求你救我脱离仇敌和迫害我的人。求你用慈爱待你的仆人，你有不变的爱，求你救我。恳求慈爱的上帝帮助我们能够明白上帝的旨意，求主帮助我们谦卑，愿意顺服上帝的命令。祷告奉主耶稣基督圣名求，阿们。